Hello，大家好，今晚同大家分享嘅 OPPO X9 Ultra， 作為呢排呢啲拍照旗艦300 Ultra、17 Ultra 之後壓軸嘅一部 OPPO X9 Ultra， 究竟有咩賣點呢？號稱呢就將之前呢 X9 Pro 非常之受歡迎嘅長焦增距鏡塞咗入去呢部機身入邊。究竟係咪真係咁犀利呢？即管睇睇。呢個呢係新嘅顏色，橙色。喺光線底下呢，其實呢有少少波浪紋嘅設計，輕微嘅啫，同埋大家唔使擔心，效果唔錯，唔亮嘅。鏡頭嘅設計呢係非常之咁精緻嘅。個人覺得呢，佢呢個位呢係做得呢，凸起呢個位係靚過呢X300 Ultra 嘅。機身嘅線條咧，其實咧就真係冇乜好講噶啦，部部都係咁樣嘅平面直邊嘅設計，咁啊非常之好啦。佢又同 X300 Ultra 一樣，都係加大咗機身，熒光幕咧係去到咧6.82寸嘅，非常之大嘅賣點咧。佢電池容量咧係去到7050 mAh， 而且咧喺 Ultra 之中咧唯一一部咧保留咗咧呢個實體嘅純鍵。當然要同大家最關心嘅 X300 Ultra 比較下外形啦。咁咧老實講，可以話咧孖生兄弟一樣啦，佢哋嘅大細、長短、Mon 嘅大細都係幾乎一模一樣嘅。咁我諗大家去選擇的話咧，最主要咧就係佢哋嘅影相同埋拍片。咁究竟個鏡頭咩秘密咧？又一齊睇睇。睇下個鏡頭設計先，呢個咧比較破格嘅6邊形嘅設計，咁啊非常之面熟係嘛？佢係有啲似咧華為咧嘅非凡大師嘅，不過放喺度咧個效果咧仍然咧係非常之咁出色。講翻個鏡頭嘅規格啦，上邊呢個就係三星 JN1 嘅10倍光學變焦，左邊2億像素嘅 OV52A， 一又 1.28 寸嘅3倍長焦，主攝2億像素嘅 LYT901 超大底主攝。呢3個鐵三角咧，全部咧都係有蝦蘇認證嘅。廣角鏡咧就5000萬像素嘅 LYT600， 仲有一個窿仔咧就係呢個2代丹霞色彩嘅多光譜鏡頭，5鏡頭嘅組合。呢個雙長焦5鏡蝦蘇鏡頭，影相同埋拍片嘅實力究竟喺邊度呢？好快大家就會睇到啦。我係三號電器 Simon，記住 like and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多謝。